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20年3月25號凌晨，馬蹄湖警方收到防盜警報通知，懷疑有人闖入咗當地著名嘅史諾登莊園 Snowdon House。到達現場之後，警方由虛掩嘅後門進入，並發現一名男子啱啱喺2樓嘅窗口度跳咗落去。男子跌落喺草坪之後，本來打算揸車逃走，不過佢嘅車胎就喺呢個時候陷入咗泥地當中，眼見警察就快要追上自己啦。情急之下，佢唯有選擇跳入湖道，然而佢就再冇浮上水面啦。喺等待蛙人隊嘅同時，警方喺莊園進行咗搜查，並喺2樓嘅樓梯口前邊發現咗63歲嘅莊園女主人 Martha。當時成身都係血嘅佢，被張氈緊緊咁包裹住，已經冇咗生命跡象。法醫證實佢喺生前曾經遭到毒打，再被刀刺死。另外，警方仲喺遺體附近發現咗一個裝滿咗各種貴重物品嘅行李袋，旁邊仲有一把沾滿咗血跡嘅刀。呢個時候，蛙人隊成功喺湖入邊打撈出嗰名男子嘅遺體，並證實咗佢嘅身份。佢叫做 Travis， 39歲，1年幾前先至啱啱被假釋出獄。法醫喺佢嘅血入邊檢測出可卡因、冰毒同埋大麻，證明佢喺犯案之前曾經吸毒。事實上，無論係 Martha 定係成個 Snowdon 家族，佢哋對 Travis 呢號人物一啲都唔陌生，因為佢哋有住一段充滿恩怨情仇嘅過去。Martha 嘅家族背景顯赫，佢嘅太公 Robert 係一位陸軍上校，曾經參與過南北戰爭。戰爭結束之後，Robert 返到咗家鄉 Memphis 創業，佢經營住多門生意，仲開始賣地投資，並慢慢累積咗好多資產。之後 Robert 就同 Memphis 地產大亨嘅女 Ann 結婚，並誕下咗5個仔女。1920年代 Robert 嘅其中一個孫喺馬蹄湖買咗一塊1000英畝嘅土地，並喺嗰度起咗一個莊園。馬蹄湖坐落喺 Memphis 嘅南部，人口只有大約300人，環境清幽。呢度有豐富嘅自然生態，適合露營、釣魚同埋撐艇，所以好受戶外活動愛好者嘅歡迎。莊園喺1949年被改造成一座佔地6000尺、有3層樓高嘅豪華別墅，亦即係本案發生嘅地點。莊園對 Snowdon 家族有住特殊嘅意義價值，佢係家族嘅度假屋，亦都係佢哋舉辦婚禮同埋聚會嘅地點。1990年代，Martha 嘅媽媽 Sally 繼承咗呢片土地，當時佢啱啱同丈夫離婚，所以就搬到咗莊園附近嘅一間屋度居住。Sally 係一位頭腦精明嘅會計師，亦都係古董店嘅老闆娘。佢先將莊園出租俾一對夫婦經營民宿，並喺土地上搭建咗好多小木屋，作為其他嘅出租物業賺取租金。可以話 Sally 係憑住一己之力，將 Snowdon 家族推向咗另一個新高度。雖然 Sally 好有錢，但係佢為人隨和，樂於助人，完全冇架子。平時亦都打扮得好隨性，所以馬蹄湖嘅居民都非常愛戴佢。Sally 有一個叫做 Joseph 嘅外甥，佢係一位英文老師，亦都係一位藍調歌手，喺 Memphis 小有名氣。1996年8月，佢間屋突然起火，並被燒成咗灰燼。Sally 知道呢件事之後，即刻就邀請 Joseph 一家人免費搬過嚟莊園附近嘅一座小木屋度居住。1個月之後嘅9月10號，Joseph 嚟到咗 Sally 間屋，討論一啲生意上嘅嘢。呢個時候，當時只有15歲嘅 Travis， 亦即係我哋開頭提到嗰個跳入湖嘅男子，正準備進入 Sally 間屋盜竊。Travis 嘅公公婆婆係 Sally 嘅租客，而佢嘅媽媽 Gladys 就喺莊園度做管家。佢仲有一個哥哥 Edric， 兩兄弟都有犯罪記錄。Travis 非常熟悉 Sally 每日嘅行程，所以就打算趁冇人喺屋企嘅時候入屋盜竊。萬萬估唔到，就撞見咗喺屋入邊嘅 Sally 同埋 Joseph。情急之下 ，Travis 就開槍打死咗佢哋，並放火燒屋，企圖毀屍滅跡。之後佢就揸住 Sally 架車離開咗。途中 Travis 唔小心將架車撞入咗坑渠。
佢嘅頭仲因為撞到擋風玻璃而受咗傷。跟住 Travis 就棄車逃走咗。冇幾耐之後，路人就發現咗 Sally 架車，並通知咗警方。與此同時，鄰居發現 Sally 間屋火燭，並打咗911報警電話。消防員將火勢撲滅之後，喺屋入邊發現咗 Sally 同埋 Joseph 嘅遺體。驗屍報告證實，佢哋喺火警發生之前就已經俾人開槍殺死咗。呢單雙重謀殺案轟動全城，搞到當地嘅居民人心惶惶，大家都好擔心自己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不過，警方好快就憑住兇手喺 Sally 間屋同埋車上留低嘅指紋，鎖定咗佢哋嘅目標 Travis， 並於1996年11月5號，亦即係案發嘅2個月之後，將 Travis 逮捕咗。喺審訊室， Travis 承認自己當時確實出現喺案發現場，不過佢就堅稱開槍殺死 Sally 同 Joseph 嘅係佢嘅同謀。警方調查咗 Travis 所謂嘅同謀，並發現 Travis 喺度講大話，因為佢嘅同謀喺案發當時有住可靠嘅不在場證據，根本就冇可能分身犯案。而家所有嘅證據都指向咗 Travis， 所以控方就以2項1級謀殺同埋入屋盜竊嘅罪名嚟到起訴佢。雖然 Travis 喺犯案嘅時候仲未成年，不過由於案件嘅性質惡劣，所以法庭就要求 Travis 以成年人嘅身份受審。如果罪名成立嘅話， Travis 將會面臨死刑或者係不得假釋嘅無期徒刑。無論係邊一種刑罰， Travis 嘅人生可以話係徹底咁被摧毀咗。最終 Travis 決定同控方達成認罪協議，以換取28年半嘅刑期，並可以喺服滿70%嘅刑期之後申請假釋。之後Martha 返到咗馬蹄湖，並接手咗家族事業。佢用私人名義賣咗莊園，重新裝修，並將佢變成咗使用綠色能源而且高貴典雅嘅民宿。呢一次嘅翻新，亦都令莊園成為咗當地熱門嘅活動場地。好多人都會慕名嚟到呢度舉辦婚禮，或者係舉辦其他嘅宴會。莊園嘅復甦亦都令 Martha 獲得咗 The Lady of the Lake 嘅稱號。同媽媽 Sally 一樣， Martha 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並且樂於助人。馬蹄湖嘅居民對佢嘅評價都好高。作為一個虔誠嘅佛教徒， Martha 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佢好快就寬恕咗當年殺死媽媽同埋表哥嘅 Travis。因為 Martha 一直堅信 Travis 當時的確有同謀，而佢只係因為受到咗同謀嘅影響，加上缺乏正確嘅指引，一時諗歪，先至會做出啲咁嘅事。佢並唔係一個冷血嘅人。喺 Travis 服刑期間， Martha 一直都同 Travis 有書信來往，仲會定期去探監，並不斷開導同埋鼓勵佢，希望可以引導佢走向光明嘅康莊大道。2018年 Travis 喺服滿咗70%嘅刑期之後，向當局提出咗假釋申請。當時 Snowden 家族嘅所有人都反對俾 Travis 假釋，只有 Martha 一個人同大家唱反調。無論大家點樣勸佢，佢都係出席咗 Travis 嘅假釋聽證會，並幫佢爭取假釋，因為佢值得擁有一個改過自新嘅機會。最終假釋委員會都係批准咗 Travis 嘅申請。Travis 被假釋出獄之後，當地嘅居民都戴住有色眼鏡嚟到睇佢。佢想要再次喺社會上立足，一啲都唔容易。不過幫人幫到底，送佛送到西。Martha 喺呢個時候即刻就張開雙臂接納佢。佢請 Travis 嚟到莊園做雜工，薪酬方面亦都完全冇待薄佢。一開始 Travis 非常安守本分，並冇惹出乜嘢麻煩。Martha 亦都相信佢已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過好景不長，佢嘅媽媽 Gladys 好快就察覺到 Travis 開始行返條舊路，並警告 Martha 最好同佢保持距離。雖然 Martha 依然相信 Travis 已經改過自新，不過 Travis 就做出咗一件令佢感到徹底失望嘅事。2020年2月，亦即係案發嘅1個月之前，Martha 以1萬美元嘅價格
賣出咗一盞古董水晶吊燈。當時賣家直接俾咗現金，Martha就暫時將現金放喺主人房度，等得閒嘅時候再存入銀行。而成個過程都被喺莊園進行維修工作嘅 Travis 見到咗。果然不出所料，嗰筆現金一轉過頭就唔見咗。雖然 Martha 嘅心入邊萬般唔願意承認，但係理智同佢講 Travis 就係偷錢嘅人。不過善良嘅 Martha 都係冇選擇報警，佢只係心痛咁炒咗 Travis， 並禁止佢再踏入莊園。然而 Travis 就狠心咁將呢個力排眾議、真心維護咗佢24年嘅女人殺死。案發當日 Travis 由後門進入莊園，並觸發咗警報系統，警報聲吵醒咗 Martha， 所以佢就出嚟睇下乜嘢事。跟住 Travis 就無情咁將 Martha 毆打至重傷，再用刀吉死佢。之後佢就將 Martha 嘅遺體用氈包住。呢個時候收到警報通知嘅警察進入咗莊園，所以 Travis 唯有匆匆跳窗逃走，之後再慌不擇路咁跳入湖道。根據現場嘅證據嚟睇， Travis 進入莊園行竊係毋庸置疑嘅事。不過警方只係冇辦法確定Travis 係因為偷竊被發現先至殺死 Martha， 亦或佢嘅主要目的係殺死 Martha 之後再順手牽羊。警方推斷 Travis 喺殺人之後可能仲打算放火毀屍滅跡，就好似24年前一樣，只係警方及時趕到，所以佢先至匆匆逃走。由於 Travis 唔熟水性，加上佢喺犯案之前曾經吸毒，所以警方亦都冇辦法確定佢到底係有心跳湖自殺，定係因為被毒品影響先至會跳湖。不過無論真相係乜嘢，亦都改寫唔到 Travis 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嘅事實。呢單案再次震驚咗成個社區，大家都冇辦法相信 Martha 會遭受同媽媽一樣嘅殘酷命運，而且兇手仲係同一個人。而 Martha 嘅屋企人就對呢場悲劇感到既悲痛又惋惜，即使佢哋不斷咁勸 Martha 遠離 Travis， 但係就始終冇辦法改變結局。其中一位家族成員喺接受採訪嘅時候講到，呢個感覺就好似係一場噩夢，或者係似曾相識，好似我哋又再次返到咗呢度。我感到極度悲傷，因為佢嘅結局竟然係咁樣。